各位家長大家好啊，我係福建中學小西灣嘅助理校長馬利安老師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免費嘅英文學習資源，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哋嘅小朋友喺屋企都可以輕鬆咁學英文。咁首先同大家介紹嘅第一個平台咧就係 BBC Learning English。咁我相信好多家長都知㗎啦 ，BBC 係一個好有公信力嘅機構啦。咁所以呢個平台咧都係值得信賴嘅英文學習資源。咁入邊其實有好多免費嘅材料嘅，咁小朋友都可以按住自己嘅程度去選擇個內容嘅。咁當中咧其實Easy 嘅級別咧係特別適合小4至小6嘅學生。咁課程會按唔同嘅主題形式分類啦，方便小朋友或者家長咧慢慢揀有興趣或者有需要嘅部分嚟學嘅。其中 BBC 入邊咧有一個好適合小5至小6同學嘅部分嘅，就叫做 Easy English Conversations。咁小朋友可以一路睇片咧，一路聽到即係一啲 native speaker 嘅對話啦。咁亦都喺影片入邊咧見到一啲目標嘅句式嘅，咁樣就可以幫佢哋學到發音、語調啦，同埋一啲好實用嘅英文講法啦。咁如果家長同小朋友睇片嘅時候咧，覺得太快咧跟唔到嘅話咧，其實可以調校翻個播放速度嘅。咁而且個平台咧通常都係可以下載工作紙同埋答案，咁方便咧家長陪小朋友咧聽完或者睇完之後咧咁一齊做嘅。咁另一個我想推介都幾實用嘅部分咧，就係 10 Easy English Words。咁其實每一集咧就會教10個同主題相關嘅生字啦。咁當中會牽涉到唔同嘅 topics， 例如顏色啊、廚房啊、衣服啊、生果啊、交通工具等等啦。咁呢啲都係小朋友日常生活咧需要去學嘅一啲生字嚟嘅。咁通過睇片啦，咁其實小朋友可以慢慢咁建立佢哋個 word bank， 即係佢哋英文個字庫。咁亦都可以養成每日少少，但係持續咁樣去學英文嘅習慣。咁所以其實英文學習咧係要成功嘅話咧，必須成為生活嘅一部分咯，而唔係去到考試淨係圍繞住考試範圍咁樣去溫咯。BBC 仲有一個好受小朋友歡迎嘅部分咧，就叫做 Stories for Children。咁呢個係專為小朋友而設嘅動畫短篇故事，咁俾小朋友透過故事嚟到學英文嘅。咁當中嘅故事咧，亦都會按難度去分級，小朋友或者家長可以按即係佢哋嘅程度去揀啦。咁或者一齊去睇，一齊學英文啦，就變成一個親子活動啦。咁而每個故事咧都有可以下載嘅對白稿，咁就方便即係小朋友去深入了解當中嘅內容嘅。咁第二個平台我想推介咧就係 British Council 嘅 Learn English Kids。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值得信賴啦，專為小朋友而設計嘅免費英文學習平台。咁入邊有歌曲啊、故事啊、遊戲啊、文法、詞彙，仲有都係可以連印嘅材料嘅。咁整體設計都係適合小朋友，咁同埋個互動性比較高，亦都比較有趣。咁如果小朋友唔太中意傳統嘅操練咧，咁呢個平台都會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咁當中我會特別推介嘅就係佢哋嘅 grammar practice。咁我覺得呢個部分咧，佢係用好簡單嘅方式去講解一啲英文嘅 grammar 啦、文法啦，之後再配合一啲比較互動式嘅練習。咁小朋友做完之後咧，咁個系統會顯示正確或者錯誤嘅，方便佢哋即時去學習啦。咁如果答錯都唔緊要嘅，因為其實可以重新再試喺個錯誤中學習，所以係好適合小朋友做自主學習，慢慢建立佢哋嘅信心嘅。除咗網上嘅資源，我哋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都好重視英文學習體驗嘅。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製作英語音樂劇，為小學生同埋公眾提供一個好豐富亦都好有意義嘅英文活動。當我哋嘅學生喺舞台、故事同埋表演之中，好自信咁用英文咧，咁其實光臨我哋學校睇 musical 嘅小朋友咧，亦都可以欣賞到英語話劇啦，同埋沉浸式咁樣去學英文嘅。咁不如等我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啱啱完成咗嘅英語音樂劇。咁個劇名咧就叫 Fangs and Friends。咁呢個故事咧係有少少神秘色彩嘅，咁係講述即係吸血鬼世界一班性格唔同嘅角色，點樣喺經歷之中學識合作、面對挑戰。咁故事入邊都包含咗好多值得小朋友學習嘅主題嘅，例如係友誼啦、團隊精神啦、接納自己啦同埋自信。咁我哋希望透過音樂劇將英文自然咁帶到舞台，令觀眾欣賞表演嘅同時，都感受到英文學習其實可以好有趣同埋好有感染力嘅。
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學校一個好重要嘅信念。We believe that every student is a star in the making。喺本校，我哋相信每一位學生都有潛能成為閃耀嘅新星嘅。我哋都相信英文學習係可以充滿趣味同埋啟發人心。咁誠邀大家期待我哋下一年嘅英語音樂劇，亦都歡迎大家瀏覽我哋學校嘅網站，留意最新嘅消息同埋公佈。多謝大家，期待下一年我哋學校嘅 English Musical 同大家見面啦！